嗱，一開始咧，呢度咧預大概幾多咧？一隻2個1蚊銀咁上下啦，2個1蚊距離嘅下邊呢個位打個結。咁我建議咧打活結，OK。活結嘅特色係咩啊？就一掹咧就散㗎啦，OK。因為呢個結最後要解，所以就冇打咁死。所以打活結最好。OK， 好，跟住咧，我哋而家要將綠色，要將綠色咧，白色係左邊，綠色係右邊，白色咧繞過3隻手指，搭過去，搭過呢個結，呢個結撥上嚟。白色移過嚟 ，OK， 咁而家左右啦。咁咧，同色咧就要同第一個落點咧就係同色同紅色嘅，即係綠色。綠色咧穿過中間呢條線，拉出嚟，但係唔好拉晒喎，留翻個窿喺度。跟住白色咧拉過嚟呢條綠色線搭過白色呢條線 ，OK， 就穿入去。揾到佢個繩頭，穿翻入去呢個窿度 ，OK， 跟住拉晒出嚟 ，OK， 咁佢而家有結啦嘛，咁就左邊拉啲，右邊拉啲，左邊拉啲，右邊拉啲，跟住咧就伸晒啲手指出嚟，拉緊呢個結 ，OK， 好啦，拉完咧。如果你分唔到邊個係左邊個係右咧，咁啊睇一樣嘢，就係啱啱咧，我哋係綠色喺左邊穿過右邊嘛，所以反過嚟咧，咁咪錯咯，因為綠色仲喺左邊嘛，綠色要喺右邊先啱嘅，所以鬆咗唔緊要，呢度只要扯緊，係啦，咁所以綠色喺右邊咧，呢個方向就為之啱啦。好，咁下一步咧就係將綠色穿過嚟，一樣穿過嚟呢條綠色線咧。就搭住白色線，白色線咧就入翻去綠色線啱啱出嚟呢個窿度 ，OK， 跟住扯晒白色線出嚟啦，跟住咧中指同呢個，因為啱啱係3隻手指嘛，所以其實掹隻食指出嚟咧，咁樣撐大佢之後咧就扯緊，白色喺中間咧就為之啱啦 ，OK。去到呢度咧就完成咗第一下啦，咁我哋要完成20個，咁就完成呢個跟圈啦。一樣啦，綠色，總之永遠都係綠色穿過去，就唔使記方向噶啦，永遠都係綠色穿過去。嗱，你做完呢一步咧，一樣啦，搭個白色啦，跟住穿啦，跟住頂住拉緊啦 ，OK。嗱，一樣啦，綠色穿過去，咁啊白色穿過去會點啊？白色穿過去就錯嘅，不過我做一次俾大家睇，都係做到嘅，所以呢個要特別留心。總之簡單就係你穿過去嗰條色就係同中間條色要係一樣嘅，如果唔同就為之錯啦。你打咧佢都係打到嘅，不過咧會有問題。嗱，佢呢個結咧就會變到好奇怪啦，就又唔係綠龍嘅，所以呢個咧為之錯啦。咁呢 part 錯咗咧，就解翻呢個啦。OK， 咁照舊啦，都係綠色穿過嚟，綠色穿過嚟。OK， 搭住白色穿過嚟，穿完過嚟咧，就食指同中指頂住，之後拉緊。OK。咁呢度有個快啲嘅技巧嘅，不過咧就搞唔清嘅就唔好學啊。快啲嘅技巧咧就係呢度綠色拉一半過嚟，只要佢綠色搭住白色就 OK 啦嘛。係啊，跟住呢個穿過嚟，好啊。跟住呢個扯緊之後咧，
嗱，你見綠色其實已經穿咗過嚟，咁你搭住穿過嚟，咁就可以一次完成2個，即係快少少，唔使穿2次繩咁解嘅啫。OK， 好啦，咁啊 keep 住做啦，keep 住做。